刚在地前要来关心师生的安全问题。台中市市立的学校目前一共有83栋的校舍无使用执照，这个意思是讲，或者师生伫危险的大楼里上课，所以讲安全问题互人烦恼。针对这点呢，市议员就提出质疑，认讲教育局申请补教，如果呢无成功，万一这校舍、这教室真正出问题，这什么人爱负责？ 台中市议会教育文化业务的质询一开始就炮声连连。台中市议员肖龙德点出，潭子国中的校舍伤旧的问题，6栋校舍有4栋无使用执照，有1栋阁是60年前嘛无补照，实在是伤含糊。你有去甲了解无啦？肖龙德指出，为读国中到大超过半世纪，阁无使用执照，无合法的建筑物阁收学生，万一上课发生地动受伤，谁人要负责？教育局的回应，旧校舍的重建计划每3年 就向中央提报一届，针对潭子国中会伫咧2026年优先来提报。比如说像最近地震频繁的时候嘛，一定都是我们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检测。市议员陈雅慧嘛强调，台中市立各级学校拢总333间，其中有83栋校舍无使用执照，呼吁教育局就要量早完成补照的程序。若安全问题，教育局回应目前使用的教室拢通过结构耐震的评估，请家长会当放心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